亲啊，咱继续来关心的是这个台湾发生亲像柬埔寨的迄种找头路的诈骗案，被害人互关起来领地，有3个人互活领地到死。讲这个桃园市议员黄建平接到民众来投诉，讲其实有被害者的家属老早伫个10月14号就发现无正常，毋但亲人失踪，而且网络银行的登入真无正常。伊16号向大溪分局南雅派出所来报案。尾这个被害的女子上班的中介业者嘛发现无对同，通报中立的警方，但是警方拢无重视。讲警方早就知情，但是并无积极来处理。针对这个指控，桃园市警察局出面来驳回，讲第一时间拢有按照规定受理报案，通报到找人。上尾也是因为约到新北市南口来断信，才会转予新北市的警方来处理。坐伫椅仔口甲目睭拢肿起来，行入去房间一看，外面搁惊人，将近20个人全部互关伫小房间内底，互脚镣、手镣控制。搁有被害人喙互踢面巾，目睭互掩起来。议员批评受害者是毋是会当搁较早都互救出来？提出报案单，电管所无受理人员签名，互受害者家属质疑桃园警方伫台办柬埔寨诈骗案当中处理态度真消极。案件想要因为地方好像比较没有在处理，我想说，我们请辖区分局交查。如果被无效的，就是那个接到他们要诈骗，但是又找不到人，把他们绑住。业了者批评案件一直停留伫协顺，无转做刑事案件。批评顶个月就有发现异样，却无得到重视。其中一位姓江的受害者姐姐，伫10月14发现妹妹失踪，而且网络银行一直互登录。16号甲大溪分局报案，所来案件互转去中立分局。业了者控诉警方一直无展开行动，佮互相杀责任，才会超过黄金救援时间。如果当时把人救出来，会不会就不发生这3个人被害人身亡的这个悲剧？你比新北市警方早半个月就知道有一个集团在这样勒索了，你竟然半个月之后你还是抓不到人，被新北市警方把人抓走，把人救出，你们对得起民众吗？本局10月16日接获家属报案后，均依规定受理，并登录警政系统全国协寻。警方如此用心努力，却遭诬陷无作为，真是恶意不实指控。这个诈骗集团手段真粗残，阁有敢是欺翕到成员落楼搬水搬物资，讲乌布甲塔门规个拢砍起来。台办柬埔寨诈骗案已经有3个人死亡，警方强烈解说办案无积极的质疑。不过受害者家属嘛讲，若是当量早发现，悲剧是毋是都未发生？